大充满，恩高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好，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再来。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好，我现在邀请弟兄姐妹跟3个人说，很开心在星期天的早晨见到你。很开心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真神，我们一生都由他来掌权。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这世上万有都是属于主耶稣，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
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子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归于你。我们一起拍手，将掌声献给我们主耶稣。主，我们将天敞开，求主你的荣耀从天上降下来。主，求你的同在从天上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一起聚在这边，我们一起合一的敬拜。主，我们要欢呼主耶稣基督你，我们的荣耀都是归于你。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一起来唱：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再唱：是天上地下，天上地下，主我们合一敬拜。
何以敬拜？我要欢呼主耶稣基督，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这一生都要来敬拜你。主，祈求你继续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引领我们走生命的路。主，因为你是宇宙的中心，主，你是世界的中心，万物都本于你，也是属于你。主，你是荣耀君王，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欢迎你的降临。主，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我们用力大声的呼喊你，主，祈求你这一生都和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张口来称颂我们的主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
要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要大大张口来称颂你。主，我们这一生渴慕更多看见你的荣耀。主，我们这一生都希望主你永远的和我们同在。也接下来将我们接下来的礼拜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充满在当中。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Amen。请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一般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请我们预备心来做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是蒙福的一群，在安息日的早上，我们有爱的团契，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欢唱诗歌，我们虔诚祷告，我们一起在这里诚心的敬拜。主，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我们真是献上感谢。亲爱的父神，你照顾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在学校或是在我们的职场，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所遇见的事，不管是不如意或是我们喜乐的事，我们都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的旨意就在这当中。主，你要我们在这当中学习，让我们更坚强，让我们更有主你的力气来荣耀主你的名。谢谢主。亲爱的父神，求你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柔软，让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是好好的聆听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来安慰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更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各项事工。主啊，你的恩典就在其中，你的祝福就在其中，我们献上感谢。
主，我们也为我们所奉献的奉献在你面前，主，你会悦纳我们所奉献的，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或是我们的力气，或是我们的金钱，主你都喜爱。主，我们也愿意奉献。亲爱的父神，我们在此也要一起用你教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来报告教会的事工，给大家来清楚关心。今天下午12点半，志梅牧师前往李春生教会主持会议。还有下礼拜是父亲节的感恩礼拜，我们有预备小礼物送给每一位父亲。让我们一起邀请我们的父亲来参加礼拜，一起领受神的祝福。8月13号将举行本年度的第4次圣礼典，要受洗的，或是坚信礼，或是转入会籍在我们教会的，请先告诉牧师，那我们可以安排相关事宜。那一天有圣礼典，让我们预备虔诚的心，一起来领受圣餐。第4点，8月13号主日礼拜结束后，要召开临时和会，请我们注意一下哈，这是我们依法进行本会财团法人董事改选的日期。那我们名单已公布在楼下，是会员的，请我们到楼下去看一下。那如果要请假，请在周2之前向小会提出。再来，青少年团契在8月19跟20要举办夏令营，地点是桃园的青年体验学习园区。那我们报名费一律是2000元，要报名的，请我们到1楼索取简章来填写报名。那如果不清楚了，我们可以问辅导定性或是子瑜。团契的消息，昨天跟今天儿童主日学举办那个生活营，地点在宜兰的露营区，我们为他们祷告。8月4号上午9点半，台北中会松年部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在蒙甲教会。再来有一个肢体的消息，就是亚明哥赵明执事的父亲邱清东弟兄在7月9号安息主怀，那定在8月5号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在第2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那随即呢，我们就往阳明山花葬啊。那要参加了，我们可以到1楼登记。另外就是奉献的部分，请我们自己来看。好，以上报告。现在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圣经。我们翻开圣经箴言1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第7节。好，我想邀请大家，第1节，个位数我来念，偶数请大家一起来念。好，箴言1章1至7节，第1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我们一起来念：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今天牧师给我们讲到的题目是生命之路，生命之路。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也很欢迎亚明特别从日本回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团聚我们举手拍掌欢迎一下，好吧？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呼召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透过你的话语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不管我们现在对你的认识有多少，主，我们相信你是创造宇宙万物那个主。你的话语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感谢大家牧师休假了2个礼拜，平安的回来牧师很想念大家，大家有想念牧师吗？这边都没有声音了。再看有声音，等一下这边领贡糖，这边没贡糖吃，这边没贡糖吃，但是有花生了，有花生了人人都在寻找生命之路，到底什么是生命之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牧师这次的休假特别回金门，其实牧师之于家里面的爸爸，我好像出国因为我往年大概1年回去1次，然后回去大概5天左右那深深觉得很对不起他们。这几年开始，1年从2次到3次到3次有特别放慢脚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经历上帝在这个岛上，还有身边的很多恩典的事情发生。我回去其实有机会，我会想跟我父母亲他们睡在一起不想跟志梅牧师睡在一起这一次，因为这一次志梅牧师跟他的妈妈他们睡一间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房间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想再去整理其他的房间。那我就是跟爸爸妈妈他们有2张床，他们平常就2张床分开睡，一个房间里面，那我跟爸爸睡。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2个感觉。第一个蛮感慨的是，爸爸妈妈年纪也真的大了。第二个，他们会打呼，听了他们的打呼，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很享受在他们早上起来，他们会讲说谁打呼比较会打，就听他们2个在那边讲。我说我来作证，你们昨天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蛮开心的每天早上例行的公事就是泡茶，我爸爸会泡茶，那我们就开始聊天，聊一些村庄的事情，看他想讲什么聊是非享受天伦之乐有一次我爸爸就说你国中的同学怎么会这么多的是普隆宫跟阿萨布鲁，大家听得懂吗？这个好像是日本话，对，日本好像是日本过来的普隆宫就可能也是骂人的话。阿萨布鲁就是牧师早上还特别 Google 了一下，阿萨布鲁是什么意思？反正都是一些很讽刺、很不怎么样的人就对了。你同学有在台湾抢印钞车的然后有在金门开赌场的，前几年有靠大陆走私致富的。还有做议员的，我想做议员，大家觉得议员怎样？但是在金门的民意代表全部都买票，乡下都是这样子还有一位，每一次县长选举，他都会出来插花的，就是来闹的啦我国中毕业已经39年了故乡的景物依旧，人事已非我想每一个同学，他们都选择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之路我想国中毕业有超过20年的请举手，国中毕业这边我不敢举手，宇翔你没有20年吗？你刚才你不举手你超过20年，你的同学其实变化很大了，何况我们超过40年了。我有给子怡看过，我们有好几年前看过一次国中同学会，子怡说这个是谁的爸爸吗？因为有的是做工的，有的是怎么样的，就是其实爸爸闲聊就是爱比较，很多地方都爱比较。我就回爸爸话，其实我们同学也有优秀的啦。我们岛上只有一个国中，我说那个校长是我同学，他那个是你同学我说对。还有在大金门，我们是大小金门嘛，我是小金门，大金门某分局的副分局长也是我同学爸爸的那个眼睛越张越大
前几年有一个宪兵升将军的，然后整个由村庄那个也是我同学，我们基本上烈屿之光，好像那台湾之光一样。当将军那个整个村庄是放鞭炮拜祖先放鞭炮游街我说我们同学也有在台积电上班也有检察官的也有老师也有护士后来爸爸说，那这样看起来你们这一届同学还蛮优秀的。刚刚不是说我们是普龙工吗？其实职业的高低不是问题，但是俗话说，歹路唔通行，不好的路我们不要去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程，在我们信仰里程，上帝常常给我们自由意志。你来到教会，上帝给你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2条路让你选择，其实就是2条路，没有3条路，好路跟坏路。箴言14章12节，今天我们会讲到很多箴言书提的话。我想，刚来教会或刚初心、刚认识上帝，最常读的2卷书就是诗篇跟箴言。诗篇，很喜欢读，而且也比较读得懂。读创世纪是想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读创世纪，你会睡着。读什么列代志列王记那种打打杀杀，你可能也听不太懂箴言书是14章12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其实要选择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盼透过今天的经文，求主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心，引导我们每一天都有主同在的生命之路。7月份新眼光，我们一起读了哥林多前书，牧师不要问了，等一下问了我自己不好意思。我们如果跟着新眼光在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哥林多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这怎么会是教会呢？教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甚至教会发生的事情，外面还没有发生，乱伦然后吵架纷争、分党结派，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保罗使徒他用很耐心、用真理来教导弟兄姐妹，让他们回转走向一条生命之路。8月份开始，其实从昨天就开始了如果哥林多前书没有跟到了箴言，弟兄姐妹，箴言跟一下好不好？箴言真的很好读，而且对你很大的帮助。等一下牧师讲完道，你就知道箴言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非常大。从昨天就开始，8月份开始，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来读箴言。箴言其实也是我们很喜欢读的我们叫格言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1到3节，1到3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第1节讲到智慧箴言是所罗门的儿子，所罗门是上帝在大卫众儿子里面所拣选来接续他为王，而且来盖圣殿。列王纪上第4章29节到32节说，所罗门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有智慧又聪明，他那个心非常的宽阔的心。其实他慢慢一个宽阔的心的人，跟一个狭窄心的人，等一下会用到很多比较，我们就觉得差了非常的多。他的智慧赢过所有东方的人、埃及人，这就是圣经里面写的，而且赢过万人，这是这样一个形容词。当上帝要赏赐给他金银财宝万物的时候，所罗门说他要什么？要智慧弟兄姐妹，智慧重不重要？等一下大家再读下去，智慧真的非常重要。接着第2节到第3节，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训诲。训诲，上帝给我们智慧，训诲在原文里面它是有操练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智慧，我们需要是操练，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操练。就好像我们这次的演习要操练真的打仗的不是开玩笑了。运动员在场上平常就要开始操练。我们敬拜团在这边台上10几分钟，你们礼拜晚上其实大家就来准备。我们的黄信周间就来打鼓了，
请我们的那个鼓手老师那个以轩呢，他很认真哦，他很认真哦，就来不停的练习。所以我们要其实在底下就是要操练信仰操练。2到3节给我们说箴言有什么重要，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箴言就是透过比喻、拟人化，甚至比较，刚牧师用比较的方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格言啊，也就是要将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要连在一起，信仰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个信仰才是真的信仰，否则它就是变成宗教。如箴言3章27节，大家可能都听过，你手若有怎么样行善的力量，你要去做，你要去做。我们到马街看病，药袋都会写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后面那句话更重要哦。后面那句话就是现在很多人会有忧郁症的原因哦。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压力，我不晓得大家经过的压力多大啊？义节牧师有经历过一次啊哈。那个会让你胡思乱想，失去判断能力。如果有地方你真的会想跳下去，然后有其他的事情你会想乱做，然后那个你非常的压力真的是很大到那个忧伤的那个灵，会让你整个人会人们说一夜白就是这样子。但是相反的，喜乐的心就好像药一样，喜乐的心就好像药一样。义节牧师喜不喜欢笑？大家都不配合一下。你知道我在社区哈，长辈看到我都是在笑的了哈。有一个长辈就说：“牧师，你还是少笑一点。”为什么？会有皱纹的。他说会有皱纹的啦。我说牧师宁愿有皱纹啊，然后他就换成他笑了，换成他笑了。喜乐的心真的是不知自己是良药，也可以带给别人很大的一个感染力啊。箴言很大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它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指引，一个路标。你到某一个地方，你可能那个就是好像 Google 一样，一个路标。透过这样教导跟这样的话语，帮助我们怎么样？清楚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比如说，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来，有听过的举手。胜过没听过啊？那个开始要跟着箴言跑啊！我以前的同事我刚信主啊，他常用这句话来。我如果比较大声怎么样，他就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哦。”他不是基督徒哦，但是他用基督徒的话来跟我讲话哦。因为我那时候的脾气其实不是很好，当主管的时候，他说：“店长，你要保守你的心哦，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的心呢？我们心到底在哪里？心在哪里？透过这样不断的操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有智慧在我们心里面，智慧会领受到智慧到我们心里面。最终的目标是怎么样？我们活出最终的目标，让我们有仁义、公平、正直的道路，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信仰却不是这样想很简单的事情，就完全往好的方向去走。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听到容不容易？你们现在听到，格言你也听了，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回去马上跟父母亲吵架，回去好像夫妻怎么样？没有保守我们的心。听到很简单，这行出来非常的难啊。所以雅各书1章22节提醒我们了。你要做个行道理的人呐，你不能再只做一个听道理的人呐，来骗自己。你这样的信仰是在骗自己的。回想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来到教会，你是从小或者是半路来到教会，你现在都还没走，代表了我们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你有感受到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甚至你会慢慢觉得有属天的智慧临到你，你开始会判断某些事情，你不会再开始随波逐流。
这样的经历体验是每一个基督徒很深的体会。牧师33岁来到教会之后，一直到现在，我就是有深深这样的一个体会，竟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跟外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要实践出仁义、公平、正直，也就是实践出耶稣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却是这么的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资讯真的是泛滥，我们接收太多泛滥的资讯。常常长辈都会传一些讯息给我们，有时候会跟子怡讲，你跟阿嬷讲那个是假消息，不要再传了，赶快收回，赶快收回。甚至现在的价值观非常的混乱，让我们失去了判断，甚至我们过去的那个老我，原生的家庭的那个塑造。我们的过去的我们一直没办法改变。我们纵使来到教会已经很久了，但是我们原来的我们都没有在改变。我们接受那么多信息，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养分，还是接收了其实是在侵蚀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其实渐渐走向死亡之路。走向死亡之路不是一下子就马上那个，一定是渐渐的。虽然我们来到教会，上帝赏赐我们很多的各样的智慧恩赐。智慧在原文里面，它叫做判断，就是让我们能够分别什么？分辨是非黑白，对与错，红灯能不能走，不能走。很多的这种事情不能做，这个是判断。这个智慧跟你的学经历、你的身份背景有没有关？如果有关的话，牧师昨天有去查了一下，台湾是诈骗王国，对不对？有被骗过的请举手。这边都不错哈。它里面写有5个你们等一下回去查。我们讲一个最容易骗的5种人，最容易被骗的5种人。第一个，自以为不会被骗，自以为不会被骗的人。其他4种你们去看一下跟学识没关系，这个智慧跟学识没关系。好几年前我有看到一个法官也被骗，法官我们讲说法官嘛，他学识应该是很厉害，怎么也会骗？但是我们虽然有这样各样的智慧跟恩赐，但是我们的心好像被什么挡住，我们说心被蒙蔽了，我们被很多外来的资讯、外来的引诱、外来的情欲，常常影响我们在生命当中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们常常看不清楚前面那一条道路，以至于保罗在罗马书7章15节他这么说：我不明白我自己所做的，我爱做的我没去做，反倒是我不想做的我去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不想做的，我很恨恶的，我反而去做。明明知道是不好的事，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欢的，但是我们就一直会去想，然后想要去行，甚至到后来就去做了。以至于我们觉得在现在的教会里面，要实践彼此相爱的精神是这么的困难。现在许多的教会好像当初哥林多的教会，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纷争、嫉妒，常常听到很多的教会里面的牧师跟小会员吵架，意见不合，信徒之间彼此有很多的纷争。我看你不开心，这个事工没有我不行。在教会里面呈现了很多的自私、诽谤，甚至在背后闲言闲语的人，讲八卦，甚至是骄傲。教会原本应该成为光跟盐的地方，引导人走向生命的那一条路。但是，如今的教会常常让很多人失望，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受伤，默默的就离开。如果有到其他教会还好，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他那个火热的心也慢慢冷却了。以前很热心在服侍，但是现在呢，
默默的来，默默的离开。要是这样，我们要如何的调整，才能救我们自己现在属灵的生命，救我们的教会脱离那死亡的路？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第7节。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他的最终的路，他是往死亡的路；而敬畏耶和华的知识的开端，他会迈向生命的路。这是一个很两极端的一个比较，也让我们去选择。敬畏耶和华不只是开端，台语叫做根本、根基，意思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整个智慧里面的最重要一部分，也是最基础的一个部分。箴言书的作者让我们知道，信仰透过不断的操练，信仰是一定要操练的。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行出上帝里面教导的话语。我们要学习牺牲奉献，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我们要陪很多的苦难中的弟兄姐妹多走1里路。你手里有行善的力量，你要去做。透过信仰不断的操练，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但是如果没有敬畏的心当基础，敬畏上帝的心当基础，单一来讲，一切都招精气啊。我们看很多教会，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很有才干恩赐的人，有，但是当他们没有对上帝敬畏的心，他们就会起冲突，因为他们没有谦卑的心、顺服的心。最近刚好台风天嘛，那牧师在写讲章就想到一句俚语，所以我也想说，这个可能是我小时候听到长辈在说的。台风来了，他比喻就是说，树头徛好栽，树根如果在土里面有徛好栽，唔惊树尾做风台。我们看到的树有会导致它的树根里面很浅，台风来它就倒了。就像耶稣的比喻，我们的房子如果盖在沙石上面，大雨来就把它冲倒了。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一样，敬畏上帝就好像那个根基一样，你根基稳了，上面台风再大了，其实都不会影响到我们，根基方向对了，自然不会走偏了。圣经里面讲的敬畏的意思就是尊敬上帝，你们不用来敬畏，你们不用来尊敬牧师，我们要敬畏上帝，接受他当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要听他的话。在敬畏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中其实带有一点点的害怕，敬而什么生畏啊？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其实可以好像朋友，但是该有的我们尊敬，我们要敬而生畏。另外，因为敬畏上帝，我们带出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认识是什么样的上帝？当你越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更谦卑。当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就更怎么样？更能放宽心，我们可以交托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苦难中的帮助啊。如果你真的没有经历过你在苦难当中得到上帝的帮助，那你如何去敬畏？我们会去敬畏，会带出这么多东西。简单说，敬畏最后让我们真正了解什么样？我们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我们人不是上帝，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共同是肢体。在普世教会，我们在台北中会99间教会都互相是身体。我们不能看到其他教会他们在吵他们闹，我们很开心。你看他们在吵，我们建成多好。不是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很多人的生命有问题，是因为他不怕上帝。很多的教会有问题发生，很多是里面的人不怕上帝。牧师举几个例子，没有在上帝在的地方，它呈现的情况是怎么样？
圣经对于不是信主的人来讲，它就是小说而已。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如果你是用敬畏的心来看，它是圣经。牧师如果没有用敬畏的心来准备讲章来传讲的，我不过是一场演讲、作秀。丽娟长老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敬拜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五月天乐团，带我们很开心，让欢呼。我们的台语堂的那个圣歌队也是一样。如果不是没有上帝在里面，他们就跟外面一般的合唱团其实是一样的。当我们来到教会，你如果没有存了敬畏的心来到教会，这个礼拜堂不过就是一个建筑物。大家有听过很多国外的建筑礼拜堂、教堂现在变成卖掉，变成咖啡厅。这个之所以称为礼拜堂，是因为我们有一群信仰的群体，我们奉主基督的名在聚集，这个才称为教堂。这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如果没有敬畏的心，这不过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团契也是一样，团契如果没有上帝在里面，我们吃吃喝喝，就跟外面一般的俱乐部其实是一样，公司行号聚餐，大家很开心。但是我们的团契里，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我们的敬畏心在当中的话，虽然我们也吃也喝，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会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原谅。刚刚有报道刚刚有讲说儿童主日学的在宜兰的生活营，牧师有看他们分享，他们昨天也有在分享，有人一边哭一边分享他们这3年来多么的苦，然后怎么样度过上帝带领。他们虽然也在外面吃喝，但是我们是一个信仰群体出去，有上帝在当中，那就是不一样了。否则他们就是跟外面一般可能是里长办的旅游，或者是进香团，其实是一样的。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可能领受上帝的启示，顺服上帝的旨意，做出正确的选择。当我们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个就是智慧。箴言8章35节也这么说：得着智慧的人，就寻找到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最后，牧师要给我们参考一些数据。这个是我们长职在7月8号，长职在训练会的时候，讲师有一个牧师给我们的一些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是我们目前北部很指标性、有历史性，称为所谓的大的教会。我们建成叫中型教会，他们都是比较大型教会，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有时候我们都很羡慕他们，哇，1000人教会，但是我们要知道，这6年来，从2016到2022，疫情之后，还有中间到底发生什么问题？这些教会他们产生了一些变化。等一下听到这些数字，我们不是要特别去比较，我们要为我们这些肢体的教会，我们来祷告，来关心。那也反思我们在建成里面，因着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现在成就了、建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淡水、士林、双连，这就是大教会，我们从那个双连开始，双连是一个大家认为的是一个1000人教会，1000人教会，但是他们现在他们剩486个人，也是说他们的会有一半不见了，一半不见了。李春生教会，志梅牧师要过去那个李春生教会，已经很久的教会，他们本来是92个人，现在变成53个人。蒙甲教会我们也是很马街盖的教会，332个人，如今变成214个人，少了100多个人。士林教会那个以翔的姑姑那边聚会的，他们在2016年有353个人，如今变成220个人，人数掉了大概3成到5成，其实是非常的恐怖。我们在职场上面，数字其实也是会说话。这边在我们信仰上面，我们不是那么看待这个数字，但是如果数字掉了太多，代表
这个教会里面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不单单一定是疫情。其他的教会在我们隔壁的有大道城教会，这个也是很资深的教会，有263个人，掉到215个人，大概减少了50个人。你看，就这边就比较少了。新店教会也是100年教会，286个人，减少了大概70个人。永光教会是新兴的，在中永和一间蛮复兴的一个教会。6年前他们是384个人，他们的策略很多人去模仿去学习，他们现在掉到变290个人，整整掉了快100个人。淡水教会马街创立的北部第一间教会，430个人，现在掉了快100个人。也就是差不多掉1成是很正常，2成，在疫情的过程当中是正常的。而主要是在2023，大家有没有起来？那你们觉得我们建成呢？我们有没有掉？6年前我们是111个人，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最高峰大概在疫情前我们有到快130个人，但是如果以2016来讲，我们那时候是110个人。那我们去年是100个人，我们掉了11个人，差不多1成啦，也是差不多1成啊。那经过我们这半年，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直在这边透过彼此相爱、委身服侍。你觉得我们现在这1到6月，平均我们是多还是少？多了几手？哇，对咱教会较有信心。牧师昨天特别好，而且我们的统计我们华语跟台语的统计人数重复服事的人数我们不会统计进去，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比如说牧师我只会统计1次而已，有的教会是统计2次同工统计2次，我们大概都自己会知道，心知肚明。有的会在数字上变魔术，我们建成没有。我们1到6月总共有每个礼拜平均有112个人，112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因为疫情影响因素，我们有渐渐回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新的朋友加入，比如说亚明刚刚看到敬拜团，有没有看到很多新同学？你的同学很多新同学我们看到很多新同学加入所以我们其实是感谢主。能够因为这样，是因为大家的努力。透过苏牧师，他有提出有6个原因造成整个教会那么大的变化。第一个，老化，长老教会老化；第二个，信徒外移，可能买了房子在外地就外移就没有回来；第三个，交通的问题；第四，牧者异动频繁。牧师就刚刚讲了嘛，这10年间，我们台北中会有换了一半的教会的牧者都换掉，那目前还有将近快20间教会没有牧师，异动频繁，然后教会常常纷争不断，都在吵架。另外第6就是信仰语言，有的教会还没有华语堂有的坚持这个是我的神主牌，我有的教会说不管怎样，我一定要讲台语，以至于很多年轻人跑掉，那有很多现在中小型的牧师就在努力了，那也跟小会员通过了。那个牧师很辛苦，但是也还不错，就是在传讲的时候，有一半讲台语，一半讲华语，也就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要随时缺双声道，然后双声道。那我想那个至少是一个往上面在努力，往上面在努力。不管是2000年前的哥林多教会，还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上帝赏赐教会满满的恩典，来敬拜团可以上来，聚集许多的恩赐，才能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看到100多年来，台湾的教会非常的复兴，就是上帝亲自拣选很多的人来建造教会。要是这样，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我也认同苏牧师在以上提的那6点。可是都交通不方便吗？以我们建成来讲，我们建成大概是全台北市长老教会里面的交通最方便的，有停车场，捷运站走出来5分钟就到。也可能是纷争，也可能是语言的问题。
但是透过今天的讯息告诉我们一个，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敬畏上帝。就是经文第7节，敬畏耶和华是一切的开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基本。也就是当我们教会不敬畏上帝，当我们个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这才是真正大的问题。当教会渐渐失去敬畏上帝的心，就好像第7节后面写的，就好像愚顽人一样，藐视智慧跟训诲。因为你觉得我最厉害，我可以掌握一切，我可以掌握一切，所以以至于造成很多教会很大的危机。但是好消息就是说，当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的教会就有翻转的机会，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有翻转的机会。当教会敬畏上帝，就是当有耶稣，我们欢迎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耶稣来到我们教会做王做主，让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翻转，我们就可以有永生的盼望。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个生命。当这个盼望的力量会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生老病死啊！我们在生命当中还是会有很多在工作职场上面的委屈，家人离世，我们心里面的难过。我躺着跟我父母亲在睡，听他们在打呼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有点悲伤。他们已经80几岁了，可能我跟他们这样睡的时间，也不晓得还有多久。但是因为那个盼望，敬畏上帝的那个盼望，永生的盼望，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常有敬畏的心，欢迎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欢迎耶稣成为我们教会的君王。最后，我们起立，让敬拜团用诗歌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面。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
震动着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弟兄姐妹，牧师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来阻挡了你跟上帝的关系？那个东西也让你无法敬畏他，甚至把你的手交给他，甚至让你无法从内心里面大大的张口来呼求他来帮助你。牧师在这边求神来隔绝这道墙，让你的心被上帝的爱来充满，让你有更多渴慕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信仰当中不断的每一天在操练，让那个话语能够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养分，也成为你的智慧。让我们透过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荣神益神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紧紧抓住上帝的恩典与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在万人当中来拣选我们，谢谢你将恩典与慈爱也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如所罗门一样，我们有一颗宽广的心，我们也愿意我们的智慧有你为根基，我们的聪明才智也有你为我们的根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一起拍手。愿主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带着喜乐、平安、恩典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我们待会一起嘿一下。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我们先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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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待会会后我们可以一起交谊请安，楼下备有爱餐，是凉面，是我们的潘姐准备了，大家可以享用一下。谢谢。